民意，确保政策可以真正回应民众的需求，可以说是地方政策的推动者，更是基层的守护者。现在，让我们欢迎邀请我们的党团发言人蔡玉辉议员为我们致辞。欢迎蔡玉辉议员。咱各位今来党来升级，真欢喜，大家来新年行行咧啦吼。这个所在老一股，较少办咱党内活动。其实这两个主持人，来徛一下无，嘉豪、郑豪啦吼，嘉荣，这款来徛一下吼。这三个，你看卖啊，人办各方面袂歹啦吼。一个后盖林妈妈，要回选。一个是林业主推出来吼，一个是延平，阮主委讲的代股吼，替老兵出来选。可见国民党毋是无人才啦吼，是大家对国民党要有信心。老实讲吼，我咧讲另外一个选举吼，我想讲黄伟哲吼，加开过来11，应该赢起来过来10万票，结果才差4万多票。可见选举吼，做歹讲，一个因素变化。个优点传播啦吼，虽然国民党即目前较无各方面的经济实力，可是民心会变啦吼，所以咱对家己还有信心啦吼。那另外讲的，老实讲，这台门地点吼，他的足侪拢是乌心的字。第二话讲到一个公司20档的单摊到财面，吼，互检察官了足侪啦，足侪弊端。咱对家己我有信心吼，而且代表新年这个在地来欢迎大家来新年啦吼，新年到，祝大家拢平安喜乐、吉祥如意、心想事成、事事如意，小龙年一旦家庭美满、阖家平安，多谢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蔡玉辉蔡议员，接下来我们来邀请到。